呢次 Interidesign 會介紹第3個 LP10 高層 C 單位嘅實景案例。今次呢個單位咧係一個高層嘅單位嚟嘅，同下邊嘅單位會有啲唔同啦。佢樓底相對地會高啲嘅，咁所以我哋喺用色上邊咧可以大膽少少。我哋選擇咗用暖灰色做呢間屋嘅主題色，而且因為咧客人咧佢想咧做得比較豪華啲，咁所以咧我哋喺燈槽上邊咧加入咗黑鏡角。而且喺電視機櫃位嗰度咧，我哋入咗有雲石啦，再加咗圓邊去修飾咗呢一間屋，凸顯呢一間屋嘅主題嘅。梳化背後面嘅係仔仔房，所以用色同設計都會以比較嚴格、沉實嘅風格為主。例如不鏽鋼長條紋玻璃門，同埋深色嘅木紋飾面，凸顯設計嘅大氣。喺主人房嘅位置咧，我哋做咗一個一體化嘅雙人床架喺度，我哋會連貫埋床頭櫃，而且床頭櫃嘅旁邊咧，我哋會加入咗一個凹位喺度，希望拉闊成個主人房嘅空間感。除咗呢啲，仲有啲乜嘢特別嘅設計？想知就快啲去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睇睇設計師仲有咩詳細嘅介紹啦！